感谢上帝的恩典。台南新学院对于1869年到今已经超过150档的历史，是伫中间咱有培养侪侪工人伫世界努力做牧养。伫遮嘛是常常受到，甚至嘛受到兄弟的奉献、代祷甲关怀。伫遮代表新学院特别兄弟来感谢，因为伫学校的经费支出有65%拢是出对兄弟你的听的奉献。咱做伙来祈祷感谢。天堂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无限的听，阮来领受，也愿意分享予需要的人。愿你引传阮的脚步，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帮衬。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大家看这张相片，敢有看出什么亮点？也是较有趣味的所在？伫咱的倒手边，这个是我的学弟甲伊的太太，因两个身高差33公分，真拄啊好。我甲我的男朋友嘛差33公分。因阮伫学校的时阵，这两个查甫的，若行伫头前，常常拢会互人问：哪无看到佩慈谈悠悠？因两个拢真无辜，搁真无奈的讲行伫后壁。因为阮身高差伤济，所以阮的骹步无一定共款。所以阮调整的方式就变成查甫的爱行较慢的，查某的爱行较紧的。因为因的一步是阮的一大步，因的一大步，阮就爱行2-3步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阮就爱互相来调整。毋过兄弟可能会想讲，若是变悬、身高变悬，应该就较无问题。其实无拄拄是安尼。阮另外一对的男女朋友伫学校内底，因两个行路的方式是女的行较紧，男的行较慢。所以因两个调整方式，同阮拄好颠倒边。女的爱行较慢的，男的爱行较紧的。为什么阮拢愿意互相来听候，来调整阮的速度？因为阮有共心。就亲像圣经安尼讲，两人若无相约，敢会相夹行？两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这是阿摩司3章3节安尼讲。咱若无甲上帝共心，若无甲上帝共约，咱要安怎谈上帝做伙行？我顶一间熟悉的教会是伫李港，伫高速公路顶，大概需要30分钟的路程。毋过速度其实是我的真大的困扰。虽然我路考谈笔试拢是100分，我嘛真够停车，我嘛真够倒车。毋过这个速度就是我上界紧张的代志，因为我开车做成咧踅街，我应该是马路的4宝。所以我大概要出发的时阵，我厝里的人，我爸爸妈妈跟我的男朋友拢会甲我交代：你爱开较紧的，你爱超过100，你爱变换车道。所以我咧开车的时阵，我都爱时时看我的仪表板，我敢有超过100，我敢有变换车道，我足紧张的。直到我落甲交流道了后，去到李港教会中有一段路，伊煞有速度的限制，50公里。本来100速度的我，一下要变换成50公里，我竟然烦恼我会超速。这对我来讲，我真意外，我竟然会超速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爱咱的速度是100的时阵，咱爱去关怀咱身躯边需要帮助的人。有时阵咱嘛是会超速，咱是用100的速度，还是维持咱以往50的速度来行，无想要改变。也是讲，咱会当听上帝爱咱要去行动迄个速度。有当时，咱嘛会想讲，为什么咱祈祷足久的，拢无听到上帝的回应，嘛无看到代志的成就？咱感觉上帝速度更加亲像打时速5公里。为什么打时速5公里？时速5公里这么慢的速度，是要互咱学习什么？那么，若是以去李港的这个距离来讲，时速若5公里，我就爱开10点钟才到位。若是开10点钟才当到位，伫这段路程中间，我可能会看到啥？我有可能会当看到岐山，嘛有可能看到义大。嘛有可能会当看到我世界，这种种无共款的景致，嘛有可能看到无
我毋知影伊的名的花，也是鸟只，也是讲看到风的变化，风的强，也是风的弱，日头的强，也是弱，甚至是我按日出行到日落，才会当经过。我若是经过总寮隧道的时，我敢袂当看见原来上帝创造这个大自然。虽然伊是恶地这个土质，总是伊煞会当创造出上外世界遮尔水的景致，互咱欣赏。也是讲，咱会经过斜漳桥的时阵，咱会当看到一边高雄，一边屏东，搁迄个高屏溪的空旷。伫10点钟内底，咱会当经历着啥物？检视上帝稳定的引带，也是讲伫这10点钟内底，咱会当看见上帝伫创造大自然的美妙。伫这个10点钟内底，上帝爱咱学习啥物？伊检视爱咱学习，慢慢啊听候，慢慢啊等候，慢慢啊培养对伊的耐心，佮慢慢啊培养对伊的信心，经历着伊的稳定。那安尼讲的话，咱无搁把咱家己的需要，把咱想要爱的物件，放伫上帝设定的时间的头前。亲像一个潘霍华，就是一个有名的神学家安尼讲过，伊讲上帝袂互咱行伊家己毋捌行过的路，这就是上帝的引带。咱若经历着共心、共速度、耐心甲信心了后，咱自然对上帝都有产生一个敬畏甲疼。咱会深深感受到家己的微小，嘛知影咱毋敢对上帝埋怨。有诶，就是敬畏的心，佮对来心来出来。因为伫诗篇33篇18节嘛安尼讲，耶和华的目睭看敬畏伊的人，看仰望伊的慈爱的人。安尼讲。上帝伊袂耽误代志，伊嘛袂耽误时间，伊凡事拢伊会定着的时来成就。咱袂搁走伫上帝的头前来等伊，咱嘛袂强迫上帝对咱的脚步，反倒转，咱会谦卑来跟对伊爱咱的速度，咱就会当同心、同步、同行。华语的与神同行的行，嘛会当念成与神同行。咱嘛会想讲，与神同行的人应该是牧师、谈传道者，因为谈上帝同款。毋过，若是伫咱的职业栏来看，其实这个宗教人士职业来看，咱牧师是谈道师、法师、比丘尼、僧人是同一个工作类别，所以因是做工道的。伫这个定义来讲。11月份，阮伫去年11月份宗教学的课程中间，老师爱互阮有一个功课，就是爱阮去拜访其他宗教的，做一个报告。阮就选择讲去做排湾族的女巫，这个经验真特别，因为伊开始是真拒绝阮的邀请，因为伊毋知阮要做啥物，伊有一个排斥的心态，伊感觉。可能阮是要去挑战，所以伊就足久甲阮回应。毋过迄天阮去的时阵，其实伊开始看到我其他的同学的时阵，伊的表情境界线是有关的。毋过谈伊直接的，其实是谈伊工作的排湾族，所以伊看到伊的时阵，就小可还好。另外，即个女的同学是阿美族的，伊看到我的男朋友泰雅族的时阵嘛，感觉还可以。看到我，伊就甲我讲：“你是白人。”伊的境界线都搁有较悬啊！我即个阿美族的同学就来讲，随时就来讲，伊要真做泰雅族的新妇啊！伊的表情就笑出来啊！我才知影讲，原来有关系，就会无关系，真正伫即个时阵就来发生。阮伫即个讲话的过程、访问的过程中间，阮甲了解，原来伊5当前，其实伊是一个天主教徒。伊来伫部落，伊开始伫部落来做一寡谈咱传道真类似的工课，就是若有婚事、丧事、无如意、破病，也是讲有啥物无感觉怪怪事的时阵，就当来找伊的帮助，找伊来祈祷，这也是伊的工课内容。我感觉真意外，我就感觉中一件代志，互我问到
我感觉真趣味的是，我来问讲，阁有可能你会感受到代志发生？伊讲其实伊会当感受到，毋过伊毋敢问，因为伊足惊自灵台讲足恐怖的代志会发生，伊毋敢去承受，伊嘛毋知要安怎处理，所以伊就袂问。伫我们要回定的过程中间，我嘛甲我的同学分享，其实基督徒嘛有毋敢问的时阵。我的同学就讲：是吗？为什么？我就讲，因为咱若问上帝，上帝互咱回应的时阵，咱若无去做，其实换咱的心情是无平安的。因为咱明明就知影上帝要爱咱做啥物，所以就闪避无爱问。亲像我就毋敢问，我敢爱去读神学院。大家看我就知影。我是已经有伫社会工作过一段时间的，所以要真做传道人这件代志对我来讲真慎重。我毋知影是人咧呼召我，也是我家己呼召我家己，也是真正是出自上帝的旨意。我爱经过真侪的确定，所以我毋敢问。2年前，我带母会的主日学学生去参加美比古的冬令营的时阵，伫安顺教会。但清修牧师拢会伫上尾一天，对囡仔佮对老师来做呼召。伫迄天的早起，我母会实习的新学生就甲我问讲：有成，你敢有要读神学院啊？我就讲我毋爱听。伫今仔日即个时阵，我无想要讲即件代志。伊讲：哦，好吧。伫营会中间，陈牧师就开始来做呼召。伊讲要真做传教者的，要真做主日学老师的。要真做大头家来甲台前，伊要替因祝福祈祷。我的头壳想要真做大头家，我的心内想要真做传道人，所以2个相拍，我毋敢有行动，我就徛伫原位，我毋知要安怎。会后，陈牧师伫我头前行来行去，我就有一个想法，我想要请伊替我祈祷。我也是想要真做大头家，我就会支持传道的事工。我讲牧师，伊回头，伊甲我讲，准备要去读神学院吗？我嘛是笑甲真大声。我讲毋过我的想法是大头家呢。伊讲转去祈祷吧，所以我就乖乖转来祈祷。祈祷的回应，就是现主是大家看到徛伫遮的我。我要讲的是，上帝互咱的回应，上帝互咱的答案，拢是真肯定的，而且伊会当用咱理解方式互咱。现主是我甲迄个女巫嘛是做共图，毋过我谈伊上界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咱的上帝是会互平安的上帝，咱毋惊问上帝。因为上帝互咱的回应，一定是互咱有平安，互咱的心思得到安稳。今日经节马太福音28章19节安尼讲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带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、囝、圣神的名。安尼讲起来，在座每一个兄弟，各有我，各有上帝，其实拢是做共道，因为咱拢爱传福音。为什么上帝爱咱谈伊做伙传福音？咱若会想讲，咱也无受装逼，咱阁定定得罪上帝，咱敢扛得即个职务？为什么上帝爱咱谈伊做伙同工？因为伊疼世界每一个伊所创造的人，伊毋望会当传福音，互遐还袂认捌伊的人。伊知影，伊亲像一个慈爱的老爸，伫遐咧听候每一个伫外口流浪的人、流浪的囡仔，爱接受福音，赶紧转来，就亲像圣经中迄个浪子回头的故事。咱来当体会迄个爸爸的心情，咱就会当体会上帝的心情。咱嘛会当知影讲，耶稣伫十字架牺牲，嘛会当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当为着福音，伊会当来牺牲，这拢是出对上帝的疼甲怜悯。现主是咱富强教会咧推动的，就是幸福小组，就是用侪人的气力做伙来传福音，做这个事工。
大家人徛伫无共款的位来做伙做主的工课，用上帝互咱无共款的恩赐，为人够招好，为人够来备办食物，为人真够来陪伴，为人嘛真够来教导。当然，伫即个中间有侪累积的时阵，嘛会感觉真随难的时阵，所以就需要团契甲小组的开力，做伙相近，做伙鼓励。咱嘛知影，这陪伴是需要开时间、开头壳，所以咱会当看出伫旧年的12月份有结出遮尔水、遮尔侪美好的果子。这就是咱做伙同工的开力，佮做伙同工发挥出对上帝甲人的疼，伫即个中间，总是嘛是有一寡人较袂习惯即种方式，所以咱嘛会当用以往咱迄种习惯的，咱敲电话还是讲关怀拜访的方式来传福音。会记得我伫做公教服侍的时阵，有一个同工安尼分享过，伊讲韩国的教会为虾米遮尔复兴？是因为因一直拼命咧传福音，佮拼命咧祈祷。我讲的教会，韩国的教会是一般的教会，毋是迄较特殊的教会吼。所以因做的工课是安尼。伊讲伊就举一个咧，伊讲有一个长辈一直足固绝福音，逐家去拜访伊的人拢互伊拍败。后来有一个少年家，伊就讲伊自愿去。伊去的时阵就叮咚，内底问讲谁？伊少年人甲伊讲：“是我是教会的青年，我想要邀请你来教会。”门拍开，一桶水泼出来。少年人规身躯澹鼓鼓，伊就答即个长辈讲：“耶稣听你，我嘛听你。”啪，门搁关起来。第二个礼拜同一个时间，少年人搁去，叮咚，内底嘛是搁问谁？讲是我。是教会来青年要邀请你来教会，门犹原是拍开，换扫帚出来啊！哦，少年人吼扫帚讲几落下，讲完伊嘛是笑笑对长辈讲：“耶稣听你，我嘛听你。”啪，门搁关起来。第三礼拜同一个时间，少年人犹原去，毋过伊即间有准备，伊戴安全帽，搁穿雨衣。去的时阵同款。风破水，风拍，伊犹原是迄句话，咱做伙讲，耶稣听你，我嘛听你，无毋对。啪，门搁关起来，咱敢会当摇看嘛？伊拢总去几摆？伊拢总去13届。上尾啊，即个长辈，伊规身躯穿西装，穿甲真整齐。伊大门拍开，伊讲：“我要带你去教会。”因为我要来看迄个上帝到底是甚物款的神，会当互你拍袂惊。真感谢主，因为咱要趁着即个灵魂，真正需要高面皮，嘛需要开时间，需要互拒绝，有可能嘛需要会受伤。搁较重要的，咱需要互相的激励。就亲像电动车有2粒电池。一粒的电池就是咱逐工用咱读经的进度做咱精神的美娘，佮开力。另外一粒就是咱团契当中中间互相的鼓励佮扶持。咱徛到无电的时阵，咱着赶紧去找附近的电池交换站来换100%的电池。咱若需要保养的时阵，咱就是规身躯来调整，咱着来休困。着亲像拜到拜五。咱咧传福音受到拒绝，受到互人困扰的时阵，咱着来找求咱伫聚会，也是咱来找求区长，也是咱的组长、同工的代祷扶持。咱若礼拜日，咱着做伙组织来到教会内底，领受到上帝开力的大能力，嘛伫即个殿院内底来安稳，来得到上帝互咱的安慰甲休困。今日咱所读的经节内底有安尼讲。就是咱1月份所背的圣经经节，米迦即个名其实伊有2个意思，一个就是啥物人亲像上帝，第二个意思是啥人亲像上帝疼遮尔深。伊是一个互人称作是乡村的先知，意思就是讲伊拢伫乡村咧宣告上帝的道理。伊所处的背景是伫主前
第8世纪的时阵，当时其实是充满着无道德、佮拜偶像。一个国家会互人灭亡，嘛是伊即个时代嘛是亚述帝国要灭亡以色列国的时阵，一个国家会互人灭亡，其实一定是有种种的原因。其中有诶，就是伫伊的军事，也是讲伊的国力无够好，就是较衰烂。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社会是对立的，伊无共款的阶层的分别愈来愈明显。好野人愈来愈好野，丧乡人愈来愈丧乡，就像咱即摆的老世代共款。嘛，因为安尼，迄只的好野人，伊就会滥散用伊的权利来压制丧乡的人，甚至想要来控制着官员佮遮的祭司。亚述帝国，伊就用透过遮的关系，佮透过将以色列人变为诚做奴隶，互因谈外邦人通婚，甚至是互因无即个时间无搁敬拜上帝，将即个国家来灭亡。毋过，上帝透过先知弥迦，将即个警告、将即个听法、将即个审判，甚至是即个祝福的应允，来讲互遮个百姓听。为什么伊要讲互百姓听？因为上帝有缘伫即个悖逆的世代内底，伊有缘爱伊的囝儿，谈伊做伙行。圣经中间，以诺是第一个互描述是谈上帝做伙行的人。伊的世代有缘是一个无道德的世代，而且嘛是充满一个无公义的世代。毋过，伊伫即个无敬虔的世代，伊谈上帝同行300冬。毋是讲伊未起来去过修道伊人的生活，伊有缘生囝，有缘养饲囝，伊嘛过平常人的生活。所以，甲上帝做伙行是一个持守，是一个个人心态的问题，嘛是一个生活实践的问题。若会当甲上帝相约佮同心，自然咱就会当过互上帝欢喜的生活。就亲像咱今日圣经经章安尼讲。行公义、好人民、存谦卑的心，传播福音，这是咱拢会当做会到的代志。一即张表内底，咱嘛会看出，伊落一生365岁，是整个伊的家族内底，伊活了上界底。毋过，伊煞有300冬是甲上帝做伙行。安尼，若用咱短短的岁数来讲，一冬365天，咱是毋是搁较应该？逐工拢甲上帝做伙行，就亲像咱的周报写的，活出听传福音，健康的教会，谈遵行主的命令，就已经在进行啊。咱三甲来祈祷，天父，阮愿意跟对你的脚步，甲你做伙行。恳求主，你也赏赐阮谦卑顺服，互阮遵照主你的调面来传福音，报好消息，活出听的好款式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